来讲高雄的街路，今日透早有警察咧约歹人，原近的仁武区发现一台自用的违规，要甲找来问的是对方呢拒绝临检赛车要逃走沿路违规，警方约差不多2公里外，最后这个驾驶呢，家己去弄到家己出车祸，和警方卡破车窗，结果呢硬甲扭落车。一个调查发现讲，伊共车的朋友身躯有毒品，送是烟弹，2人被依照现行犯来逮捕。毒品的部分也未算，干那交通违规行为，上最罚93000块。警察巡逻看到一台红色轿车违规，叫伊停落临检，不过驾驶煞吹油门紧旋。走！警察车落伫咧后壁，驾驶沿路违规，过弄红灯。不管警察安怎喊话，驾驶就是袂停落来，直到家己去弄到跳花。警察用棍仔夺来喊破车窗，叫驾驶落车。来，拍嚟，你搞来。硬拖落车了后，当场叫压制扣起来。代志就发生伫咧今仔日透早5点，驾驶驶左来车载朋友，伫咧高雄仁武凤林路违规。警察看到了后，因伫咧6分钟来走2.7公里，跨区到南仔溪惠丰桥自动才扣抓。警察发现坐伫咧副驾驶座位红先生副厂违禁品。远警于车内查获2级毒品依托名词元旦。远警依现行犯逮捕驾驶红姓男子，乘客红姓男子。楼上我都听到嘣一声，那警车的声音，有一个男的被头上用纱布包起来。弄到跳过了后，坐伫副驾驶座位红先生头壳受伤。警察调查伊是当地的毒品人口，双方叫以公共危险含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上班。敢有涉嫌窃盗，还阁继续调查。不过拒绝临检、危险驶车、阁弄红灯等交通违规事项，相关会扣罚93000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